书帖记第7章，哈曼受处死。王甲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。王伫第2日的酒宴，佮问以斯帖，讲：王后以斯帖，你爱什么，我会互你；你要求什么，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互你。王后以斯帖应讲：王啊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，王若看做好，愿你允准我的请求，救我的性命，救我的宗族。因为我甲我的同胞受出卖，人要甲阮消灭，甲阮杀死，互阮完全灭亡。阮若敢当互人卖做奴隶，我嘛无话讲，因为阮的灾难袂造成王偌大的损失。毋过，阮要互人消灭啦！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：啥人敢做即款代志？迄个人伫倒位？以斯帖应讲：迫害阮的对敌就是即个歹人哈曼。哈曼伫王甲王后的面前行甲屁屁喘，王非常生气，离开酒宴，入去王宫的花园。哈曼看袂出王决定要互伊死，就留地，求王后以斯帖救伊一命。王对王宫的花园倒转来酒宴的所在，看到哈曼拍伫以斯帖的梯椅，王讲：伊竟然敢伫宫内，伫我的面前凌辱王后。王讲了，人就砍哈曼的面。事后，王的太监哈婆纳讲，哈曼伫因兜踩一个22公尺悬的叉架，要将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吊死。王就讲，甲哈曼吊伫迄顶面。人就将哈曼吊伫伊要吊末底改的叉架顶。王的受气才煞。